亲友往生，有些信奉道教的朋友会烧化一些纸扎品，希望亲友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能收到。现在除了传统的纸屋、纸车以外，还有生存游戏玩家以及黑道大哥们最爱的枪支军火。这些纸扎品不但做工精良且逼真，就连上膛、退弹夹这些动作也都能完全还原复制。它滑套可以拉，可以。对啊，那这个是模型的。在设计里面。那弹夹里面可以装子弹吗？也可以。那把是那个 MP5，对，就是它是一支那个有点像冲锋枪的那种东西，对。然后会有，通常我们都会配有子弹啊，然后几乎是1:1还原这样子，对。啊，这一把也是那个属于M16的长枪。业者表示，台南去年有一位大哥被枪杀往生，亲友们为表达思念与不舍，特别花费近10万元定制全组军火，这件事也让他印象深刻。去年我记得有一位道上知名的大哥，他们就来我们这边买了全部就是军火组的部分，对，都买的很够，也有买保镖，对，买保镖，对。那笔大概花了多少？应该也有将近快10万。除了军火以外，还有人会依照去世亲友生前的兴趣来委托制作，他们就曾经做过 AV 女优、钢琴，甚至连汤给都有。这个人他就是可能是他应该是本身就喜欢有，或者是家里有这个电子琴，对，就生前对音乐对，就是我们就仿真的做出来，这个花很多时间，因为要去找尺寸啊，然后你要拆解那个图，对，还有细部的部分，对，因为它的那个按钮我们都有做出来。一心精致纸扎公司老板吴新章表示，殡葬业衍生的纸扎品市场越来越大，每项客制化的作品对于业者来说都是挑战，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完成往生者心愿的使命感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